Adelian. 사람 기는 시즌한 게那么，透过网络观看的皈依，我们所有的皈依处，还有这个，尤其是尼众们，还有所有的善知识们，还有各地的这些法友们，还有所有的朋友们，大家身体健康，大家好。那么今天是参谋春季课程的第10天，第10堂课。那么这次春季的课程大概会讲到第20还是21个颂文，讲到第21个偈文，所以还剩下大概3个颂文，所以也是课程接近尾声了。那么从22个颂文开始，到之后我们明年会再开始讲，那么应该明年就可以讲完。那么在后年要再讲什么样的内容？那再听听各位的这个大家的讨论之后的这个意见，然后我再做一个决定。那么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就是法王米觉多杰的这个妙行解脱自传当中的第18个颂文。那么依据法王米觉多杰的使者，也是他的弟子，就是桑杰巴珠，他所写的这个妙行解脱传的一个注解。这个注解当中的科判来看的话，那么观修世俗菩提心的部分又分为座上和座下，或者说座中跟座间等等。那么座下的部分，这座间的部分总共有10个转为道用。那么前面7个部分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要讲到的是第8个，转兴衰为道用。那么转兴衰为道用的就是第18个颂文。刚强众生，种类无数，兴盛时迷茫于无从解脱，衰败时欲解脱却又迷茫，念此祸世之际，难以堪忍，此为我妙行之意。那么在法王米觉多杰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当时大部分的人几乎都是没有什么知识，也不太会思考，而且心性呢都是比较顽劣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其中呢，甚至还有一些人，很多人说是在弘扬佛法的人，
而且是受到他人这样子敬仰和信仰的这样的一些大德，他们可能也很有名。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当他们遇到了，比如说当自己兴盛的时候，或者说当自己这一边的人兴盛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想要说再得到更多，还要变得更兴盛。比如说想要得到僧人还要更多的僧人，或者说要寺院还不够大，还要更大，结果就没日没夜的就沉迷在这样子的这样的贪着当中。由于这样的一种散乱，让他们的心都变得可以说让他们变成一种法游子，所以他们的心和法是完全没有办法的相应了。在另外一种情况是，当自己的这一边的人跟自己这一边的很多事情都衰败的时候，这时候他们一心想的就是要如何赶快的再兴盛起来，然后他们就会一昧的去，总之想尽办法胡思乱想的是想着要再兴盛起来，所以根本就没有人也没有心思再花在去想说怎么解脱和成佛上了。所以很少人在这么去想说要解脱跟成佛了。所以而任何其他时候，就是也不是特别兴盛，也没有特别衰败，就是平常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空闲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吃喝，要不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这个发懒，这个懒散，就是这样子而已。他们也不会想要想到佛法，想到修行。所以呢，法王米觉多杰呢，当他只要想到这样子，可以说末法吧，浊世的众生这样的这些顽劣的行为，他就会升起难忍的这样的大悲。那米觉多杰呢，他平常当时呢，他会会见很多的人，那这些来觐见法王的人呢，法王都会很详细的询问他们。那比如说他们你的年纪，也会询问他们你们在做些什么，你们在比如说这个月这几年当中，你们做了些什么等等。那么这些人也都会很详细跟法王做了报告。那么当法王从他们的这些说话当中得知说他们是这样子的，可以说很没有意义的，就浪费了他们自己这样子短暂的宝贵的生命的时候，那法王就会感到非常的担忧，就会特别的很可以说很直接的针对他们做一些开示，甚至会说你有没有感觉到或者闻到你口中跟鼻子，你有没有闻到一种臭味？你有没有闻到你的嘴巴里跟鼻子里闻到一种臭味，一种腐败掉的一种臭味？那个弟子就会说，或见他的人就会说没有啊，没有闻到。米觉多杰接着会说，真是太奇特了，你呢整个里面你全都腐烂掉了，就是你的整个身体里面都腐烂掉了，你竟然还没有闻到这样的臭味，真是太奇特了，你自己都没闻到这个臭味。所以这是法王他非常一种直接的一种开始。
意思就是说，哎，你真的一生都被你浪费掉了，你整个都就是你真的完全浪费掉了。就算你有这样的心智，但是你也没好好用你的心智，所以他会说出很多这种很重要的、很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话。还有很多人会跟法王请法，那法王也会说的都很直接，而且说的话也都蛮重，都是话都会说的蛮重的。法王会对这些跟他请法的人说：“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的生命就很短暂，也很短暂，已经时间年年月月都过了，你们离死亡也越来越近，而且你们这个四大所成的身体也慢慢不再像以前那样子有气力，不像年轻那个时候有那样子的有力气，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年老，而且以前的那些或者说身边的亲人朋友对你也没有太大的利益，而你呢，还是就是只是一个贪着此生的人呐。而你呢，总是呢，你已经落入了那些恶友的那些圈套，被他们给骗了。而且你还是这种沉迷在今生的各种这些俗物里面，而且这种蝇头小利哦，你被这些东西给捆绑住，然后你真的是完全把自己可以说把自己交付给魔鬼了一样了，你完全失去了自主了，完全失去了自由。说大一点来说，你呢，好像是为了寺院跟弟子，你就被这个寺院弟子给绑住了。但说小一点，你也就是被施主给捆绑住了，被某几个施主给捆绑住了。所以最后呢，你呢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这个福呢给折光了。所以像你这样的人，是不是被称为一个这种叫做一个修行者或者遁世的隐士哦？修行者还有什么差别呢？有没有这样的名称？还有什么差别呢？那么接下来我想讲一下，就是这个颂文里面，我觉得它有几个重点。那我觉得它可以有3个重点。那么第一个就是应该要如何去理解还有看待所谓的修行哦。再来第2个，到底什么是修行？怎么样才是做到一个真正的修行？再来第3个就是就是在你大起大落的时候，才是真正修行的最好的时机。那么首先第一个，
就是你应该如何去理解和看待这个修行。那我觉得这是要非常清楚的。只在这几天当中，我们可以说简单的已经说明过了有关什么是修行这样的内容，但是可能还是有很多人听完之后会觉得，谈到了修行，你心中想到的是什么呢？修行就是你觉得是，或者是念经，或者你说修行，你想到的就是修法，或者持咒，或者这个放生等等这些。就平常我们想到修行的时候，可能心中会出现的一些画面，就是要念经啊、修法、持咒、放生这些，你觉得这种就是修行？甚至有些人，当你想到修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修行就是只有在佛堂里面发生在佛堂里面的，这才叫做修行。或者不见得是特别的一个空间，而是只要有佛像的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或者是在你坐在这样一个蒲团上的时候，那才算是所谓的修行。比如说你到了一个人家的时候，你说你没见到父亲在哪，这小孩你问了，你说爸爸在哪里，小孩就说爸爸在佛堂在修行。那小孩就为什么会说爸爸在修行？因为爸爸在佛堂里面，所以你就觉得他在修行，就是因为他在那个空间，你觉得他在修行，就是这个感觉。但其实当然念经、修法、持咒、放生这些是修行，但是只是这样子，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修行的话，觉得这些就是修行，只有这些才是修行，或者只有在佛堂里面才是修行，或者只有在蒲团上等等这些才是修行的话，或者只有念经、只有修法、只有持咒这些才是修行的话，那这样是对于什么是修行还是不是真实的，不是真正的对于修行的了解。譬如说你口头可能在念经，但你的心中可能还是烦恼，或者还是在想的是轮回中的，这还是不行的。所以真正的修行，它是超越了这种你外向，它是更深刻一些的。再来呢，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行必须是非常的很正规、很正式的一件事情，然后要很严肃的。然后就是要就是很严肃、很正式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些人会觉得修行它是蛮这个无聊的，或是蛮枯燥乏味的一件事情。
总之呢，很多人并不是真的很了解修行，所以他们想到修行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修行会是蛮枯燥乏味的。对他们来讲，修行就好像是我要修行了，对他们来讲就好像是感觉就像是要开始读一本很艰涩的这种学术的书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会觉得我很累，或是要读那样一个很深的一个历史书籍。或者呢，是要开始学习某一门这个学科哦，比如说数学吧。像很多僧众，你们可能没有特别学过数学，但可能对有些人来讲，修行就好像是要学这样一门，就是很烧脑的，这样一个很用脑的这样一个学科是一样的。总之会觉得修行是非常需要这样子很正经八百，然后很花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人修行就会觉得很辛苦很累，然后要专心要观想要做很多事情，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太困难了。那或者有些人稍微觉得他想要开始想修了，但他就会觉得要所有准备好才要开始修，所以呢，他什么都要准备好，心情要准备好，甚至房间的这个温度都要准备好，甚至比如说如果像印度太热就不行，但太冷也不行。所以也不能让自己太冷，所以首先要把房间的温度要准备好，要调好，然后心情也要这个放轻松。但这样还不够，在这之前还有好多其他事情要先做好。先呢，还有什么事要做好呢？譬如说这个微信，什么该回的、该看的，先把它看完。所以该滑的、该刷的，这个该看的，脸书也好、微信也好，该处理完的、该回的简讯信息都回了，饭也吃饱了，然后这也睡饱了，什么都处理好了，准备好了，然后终于有空闲了。然后才坐在这个蒲团上，说我可以开始修行。反正就觉得就觉得修行不是个必须的事情，反正就是其他的反而比较重要，反正就是总之最重要的其他那些得先处理好，然后最后剩那一点点时间，好吧，好修行赶快做一做，就这个感觉，就那些得先忙完，最后才是做修行，附带的做一下修行，这种感觉。然后呢，开始修行了，他要干嘛呢？他会修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是一个很有仪式感、很正式的、很严肃的，好像是一份工作或者一个任务，你要去完成。这是你必须要刻意去完成的，被迫去完成的，这样一种很有仪式感、很严肃的这样一个工作、一个任务。
但这里呢，这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但没什么故事特别要说，大部分故事都说完了。但这个故事可能你们听过了，不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是阿底峡尊者，他从印度到了西藏，他出生的地方是在孟加拉，他之后就到了这个西藏，他最后也在西藏圆寂，所以在后弘期的时候，他是到西藏，可以说对这个西藏佛法弘扬上最重要的一位大师。他在藏地的弟子也是最多的。那么他有几位弟子，其中有一位叫做瑜伽士跟大瑜伽士，有一个叫瑜伽士，另外一个叫大瑜伽士，一个叫大瑜伽士。大瑜伽士是他的侍者，就大瑜伽士是他的侍者。那么在他圆寂前，他就跟阿底峡尊者说：“您快要圆寂了，那我就会遵照您的指示，我会好好去修行。”他就说：“我就会要一直去禅修，闭关实修。”他就跟尊者这样子报告。那一般的上师听完之后，听到弟子说我会要一辈子去修持，上师通常都会很高兴，会赞叹。但是阿底峡尊者说，他没有赞叹他，甚至呢，他还对他说：“禅修是修行吗？你这样子的禅修，或者说这样的禅修算是佛法吗？算是修行吗？这样子。”那他的这个弟子就想，那如果这个不算是佛法的话，他就想说，那还是我对别人说法吧。他就想，可能如果我去为别人讲法、说法，去弘扬佛法，这样子呢？结果阿底峡尊者就说，又说说法，那他就跟尊者说，如果这样说法算是修行吗？算是佛法吗？那就尊者也跟他说，这样子算是佛法吗？就最后这个弟子就说，那到底我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才算是真的是佛法，是修行？这时候尊者就跟他说，你们所有人，就是我的所有弟子，你们要依止格西敦巴，因为我圆寂之后，你们呢要依止格西敦巴为上师。这是众敦巴，这是格西敦巴，这是众敦巴。众敦巴他不是出家人，他是一个居士，在家居士。但是那个他的那个就是大瑜伽，就大瑜伽是他名字叫大瑜伽士，是一个比丘。所以等于意思是说，要他所有的比丘弟子去依止一个大居士，去依止一个居士。所以当时他弟子听完之后可能会蛮疑惑的，怎么会尊者这样说？接着他第二句说什么呢？他就说舍弃今生，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到底
怎么样的修持算是佛法？就是你如果抓到这个重点，你有舍弃今生，不贪今生的话，那么这就算是佛法，就算是在做修持。这是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就跟刚刚谈到的众敦巴有关，就是尊者阿底峡尊者圆寂之后，众敦巴就到了热镇这个地方，在那里建立了热镇寺，那也就是藏传佛教噶当派的第一座寺院，就是热镇寺。那众敦巴就在热镇寺的时候，那么就来了一个僧人，他就住在热镇寺，每天呢都会，他会反的绕。对不起，对不起，他会就是他是右绕，对不起，他就是稍微绕大一点哦，就是大范围的会绕这个寺院，就绕整个大的寺院，大范围的去外面去绕。那么有一天就遇到了这个众敦巴，就他在绕的时候就遇到了众敦巴大师，他就见到了这个弟子在绕寺院，他就说：“你这个绕寺院很好，但是如果去做一个真的修持的话，会更好。”那这个僧人他本来就想，我这样不是在绕寺院，这不就是修行吗？一般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嘛。他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就是修行，所以才在绕寺院嘛。但众敦巴就却跟他说：“你这绕也是很好，但如果你再做一个真正的修持，会更好。”他心中就开始想，那会不会有比这个绕寺院更好的，或者说更有利益的一个修行？他就猜想，可能是礼拜会更好。所以这时候他就找到了热镇寺里面有一个地方，总之就在里面就开始这个礼拜，就像我们四加行里面的这种大礼拜的方式吧。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也被众敦巴看到了，他在大礼拜，也又对他说：“你大礼拜也很好，但又说，如果你能够再做更好的修持，不是更好？”那个僧人一听就更惊讶了，大礼拜不是已经很好了吗？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就想说，他就心中想，这些大概都还不是修行吧。他就想，我应该去读经书吧，学经，大概去读书。所以他就到热镇寺里面，反正就找到很多经书，甘珠尔、丹珠尔，就开始去读经。一天又被众敦巴大师看到，他说的又是一样，说你看读经学经很好，但如果你去做真的修持，不是更好？这时候他就完全傻了，完全懵了，完全傻住了。那个也不是修行，那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最后他想，那大概只有这个所谓的禅修，所谓的实修去吧。要去所谓公就是所谓的可以翻成是禅修吧，或者实修吧。所以他就去禅修去实修去了。那一天又被众敦巴看到，他就坐在那儿了，在那边禅修着。众敦巴他就想说，众敦巴大师看到，觉得众敦巴一定会说他这是在很好的修行。但结果呢，众敦巴一看到他说的还是一样，你这禅修不错，实修不错，但是如果再做一些
更好的修行不是更好吗？这样，不然这样也是没什么意义的。这时候他就完全不行了，因为他所有他认知里面他以为的所有的修行，他都做了，他都尝试了，但所有都不是，全部都被众对巴给打破了，所以他完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他就请求众对巴告诉他说，到底什么样才是修行，什么样才是佛法呢？不然我是完全已经懵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众对巴大师怎么说呢？也是一样，舍弃今生，舍弃今生，说了3次，舍弃今生。所以这个重点你知道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点是什么呢？所谓的修行不是外向，不是外在的什么各种外向上的，比如说礼拜啊、读经这种外向，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修行的时候，你的内心你是怎么想的，这是最重要的。你在修行的每一个那个当下，你心中在怎么想，还有你怎么去理解的。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那么你在做什么，它就是修行。你真的那个读经，它就是修行；禅修，它就是修行。不然，如果你的想法不对了，那么你外在是在拜，在读经，但也不是修行。所以，是不是修行，是不是真的佛法，是看你的心，你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你的心有没有改变？是不是真的你的心有没有被利益到？就像我刚刚有提到说，课诵的时候，你可以口头上是在念嗡嘛呢叭咪念，但你心中可以在那边胡思乱想。但你讨厌一个人，你还可以一边念，你还可以说这气死我，那个人最好他那个人去死吧，气死我了。他明天最好他希望他肚子痛，希望他拉肚子。所以不然别人看你哇真了不起，你看他那么认真的在念那个6字大明咒啊，真了不起。但内心里你是在诅咒别人，要他拉肚子。甚至搞不好这个人他还自以为他根本是在欺骗自己，他还以为自己是在修行。其实他的内心其实根本跟佛法是无关的，所以这时候他在念6字大明咒，但是跟那个鹦鹉念咒是一样的，大概是这样子。好，接下来休息半个小时。那么就像刚刚说到的，什么叫做真正的修行呢？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在思想上有做到，而不就是外向上的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觉得修行就只是外在的修行的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会有一些问题这样就会造成一些问题。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我们我们很幸福，
很开心、很舒服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不会想到要修行。比如说一般人啊，我们说一般人，这个比如说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男生女生，或者说一般家人要朋友出去度假游玩，或者说我们在工作这个职场上这个升迁了或者说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然后和家人父母朋友，然后能够欢聚在一起。总之呢，在这些时候，就是大家在很开开心心聚在一起的时候，通常这个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要修持佛法，不会想到要修行。但是反过来，比如说当你遇到了痛苦，比如说身体上可能生病了或者说家里亲人有人离世，或者说失业，或者说失恋，或者是生理上或者精神上你遇到各种这种辛苦的时候，这时候你更是不会想到要修行了。通常这时候很多人是怎么样？是躲到这个房间里面可能大哭，或者是也吃不下饭。那有的人呢，这时候就开始酗酒，然后或者说就开始猛抽烟。总之呢，就为了想要这个发泄或者说排解这些痛苦，就用各种想方设法来排解这些痛苦。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他们连这些痛苦都没有办法真的去处理跟面对，可以说已经完全的是力不从心了，可以说是精疲力竭这样的一个时候，怎么可能还会有力气或者说精神去修行呢？但是有的时候很多人呢是到了在这种已经走投无路了，就是完全是痛苦到无助走投无路的时候终于就会想到这个佛菩萨。所以就像中文中我们会说，就是这个临时抱佛脚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平常呢都不会想到这个佛，但是呢就是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呢，就临时抱佛脚了。所以遇到了困难的时候，然后才会想到说要开始多吃些咒，然后要开始这个多祈请，然后祈求这个佛菩萨这个加持，然后能够保佑。那还有很多人呢，在这种时候就走投无路了嘛，就开始到处的这个求神问卜都觉得这个反正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到处去求。或者呢有些人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开始上网去，或者说到这种佛书里面总之上网到佛书里面去找一些这种佛经里的好句子结果呢他们是把这种佛陀的这种教言句子就当成了这种好像心灵鸡汤一样，就变成是这种心灵鸡汤。总之呢就是把佛法当成了这种痛苦时候的一种心灵的慰藉，让心里好过一点，想开一点，放松一点而已。然后之后有一天稍微呢生活好一些了，
稍微有一点空闲了，会开始修行了吗？也不见得。这时候可能又开始想了，我可能要这个到一个良辰吉日吧，好日子吧，这个我再开始修行，所以又开始找借口，就是一定要好日子再开始。或者呢，今天这个还是精神不够好，今天养足精神，明天再开始。总之呢，就是反正没办法开始修行。就像是中国里面有一个古诗哦，是这样子说：这个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就是明日是非常非常多，一直等，这明天呢是越来越多的，最后呢这个一生就这样子蹉跎了，什么事都没有做成。所以上面所有谈到的这些情况啊，都是因为我们把修行就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当成了一种形式，真的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修行。所以就像是前面我提到了2个故事，所以重点是你是怎么想的，这是最重要的。就像阿底夏尊者还有众多八大师所提到的，就是当然舍弃今生，这当然很难做到啊，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真的舍弃今生，这是做不到的。但是这是在代表什么？不是说要做到那个，而是说它是在提醒我们，就是你在修行怎么样能够真的做到修行，是指你在做这样的一种任何一个方式修行的时候，是指你的内心里面，你的心态、心理的状态是什么？再来是什么是修行？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修持佛法呢，它不是好像就像前面提到的，它就不是一个像心灵鸡汤啊，就是你难过的时候，然后去读经，然后当然这样子也是可以的，但是佛法它不就只是这个样子，它不只是这样子一个心灵鸡汤而已。同时呢，佛菩萨他也不就只是这个急诊室的医生，或者是这种所以他也不是这种急诊室的医生。所以意思是说，就是你平常都不会想到他，而是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会想说，请你赶快急救的时候才会想到说要请他来。所以说佛菩萨呢也不是这个急救的医生。
再来呢，修行也不是一种这种传统仪式，然后修行也不是一种这种不得不做的一种任务或者工作。所以如果把修行当成这样子的一种不得不做的任务的话，这是不行的。所以平常呢，藏族有一个谚语说这个我们不能够在痛苦的时候才想到七情莲师，在快乐的时候呢，就完全忘了它的存在，这样是不行的。就说痛苦的时候才想到说要念这个莲师七情莲师，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如果想要真的去修行首先要知道到底修行到底是什么。那么其实前几天已经讲过了这里不需要再重复，但这里需要知道关键到底是什么，就是修行它不是必须，不就是在佛堂或者在蒲团上才能去做的事情，不是，而是说修行是在所有时段，在24小时，可以说全天的、全天性的，在自己的心上去做调整跟改变，这就是修行。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我们刚开始学佛，我们一开始都是会皈依。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佛法？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修行者？如果是一个藏族或者一个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个民族，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是家里的传统，因为我的父母、我的家人都学佛，所以我们也就从小就学佛，所以不见得是自己有很强烈的一个动机而学佛的。所以你们也可能要想一想到底我们是已经都皈依了，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要皈依，然后什么样的原因要成为一个修行者？当然每个人要学佛然后要皈依的这个因缘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呢，至少我们的这个终极的目标应该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都把佛陀作为这个榜样，希望呢终究有一天自己呢也能够成为跟佛陀一样这样的一个证悟者。所以呢，为了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这个之前，首先我们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人，然后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修行人，再成为一个好的菩萨，然后再成为一个菩萨，然后才可能成佛。所以首先第一步要成为一个比之前更好的一个人，然后同时也是要成为一个对自己也对别人都更好的一个人。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同时成为一个对自己也对别人都更好的人呢？这个方法就是佛法。因为佛法它就是帮助我们变好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佛法，通过学习然后加上自己去实践这个佛法，
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变得比现在更好，而且我们真的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做很多的傻事然后能够更成熟、更懂事，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佛法这个方法是谁说的呢？就是佛陀。那么佛陀他是一个具有大智慧，了悟了万法的实相的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将他自己了悟了实相的这样的经验告诉我们，所以他说出来的方法，这个佛法的内容，他教导的就是智慧之道。所以只要我们学到了或者也实践的话，那么就一定会有收获的。Tene Hindustanta tambe chu sare une tane chuishin do nyam su len tuba jikta be den dig dig du ji chung tuba chung yimina ane gari yongore slavi yimina ngazu sang do do ya jida yar yar。如果我们真的很好的修行，我们可以变得更善良、更懂事、更有智慧。而且我们也真的会变得更开心、更快乐。所以最主要重点是因为重点在于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要能够管好。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心要能够真的是能够转变，要转念，要能够管好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不能太死，不能太硬。我们的心不能太死板，不能太严肃。就不要觉得一定要是在蒲团上这样子的一个修持，不是这样的。其实佛法的修行呢，它是很灵活的。它是可以是非常灵活的，而且呢也是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的。而且呢，修持佛法是对于我们的真的是很有利益的，利益是无量的。它其实就像是我们人生当中可以得到的一个宝藏，是一个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宝藏。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修行是很重要的。第三个重点，我觉得是这个大起大落的时候，就是修行最好的一个时机。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一生中都会遇到生命都会起起落落，不会永远都是一个样子。不用说一生，有的时候一天，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早上可能心情还蛮好，到了晚上可能心情就很蛮糟，或者一早起来心情不怎么好，但是到了晚上心情就变好了。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或者说一个人他可能中了乐透，中了奖，或者说一个人他这个工作升迁了，
得到了奖励了等等啊。像这种时候，如果是这种时候，一个人很容易就可能会开始这个膨胀，开始膨胀自己，然后就开始傲慢，然后变得非常的自负，不可一世哦，然后变得目中无人，甚至变得更加的贪婪哦，更为放纵，没有节制，不自律。所以就像美国总统林肯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测试一个人的性格，那就给他权力。”所以当一个人他有权力了，当他可以控制的范围变大了，他资源变多，比如说人脉变广，他大权在握的时候，这时候他可能人性当中各种的这种缺点啊，问题就会显露出来。但是我们说，从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呢，这就是我们修行最好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哦？像这种我们说中了乐透或者中好的时候，兴盛的时候，这是我们很好的修行时候，或者说很衰败的时候，也是我们修行很好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哦？譬如说，首先从好的方面来讲，譬如说当我们从这种外在物质都很兴盛的，就譬如说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人脉和财富的时候，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这是更好的修行的时候，因为你拥有更多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你可以做更多的布施，你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机会去布施，而且这财布施你可以做嘛，而且你还有更好的机会去做法布施。举个例子，就像呢，过去印度有阿育王，他是一个信奉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国王，那么他就利用了自己这个国王的身份还有权力，他就把佛法弘传到这个印度全境，而且也把佛法传到了周边的所有的国家，甚至呢传到了希腊。可以说他很好的利用他自己的这种地位、权力还有声望去做到了这个法布施。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成为像是阿育王这样的一个国王，但是呢我们还是多少可以发挥自己，比如说你在寺院或者在社会当中的你有你的地位，或者你有你的影响力你可以透过这些影响力，然后做一些规划，或者推动一些政策规划，然后你好好的去运用的话，用在一些利益和帮助别人的上面的话，这也是非常好的。再如果从内心上来讲的话，这刚刚是从外在的这种物质上嘛，从内心上来说，当你在这种在好的时候那么当你自己在身居高位的时候，那你有钱有势的时候，这时候你更要懂得什么呢？要谦恭自省，你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得意忘形了。因为这时候你可能因为这个时候你是更可能是出问题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你更要懂得谦恭自省你要看是不是变得傲慢无礼，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放逸无度，你会不会是不是想要贪得更多，你是不是变得更贪，你是不是想还要得到更多的权利，更高的地位，
还是你想要更多的财富？你要这样子去反省自己，反问自己。总之呢，在你这种这种好变好的时候，正是你这种考验来临的时候，所以你更是要有所警惕哦，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那这里我们谈到兴盛跟衰败哦，兴盛呢其实不一定指的是这个有权利啊，或者变得更有财富，因为很多人我们说生活也蛮一般，并不见得很有权利、很有财富。我们也可以指的兴盛，可以指的就是比如说生活的幸福美满，或者说心情很愉快，就是一般日子。但是就算是这些一般的日子幸福愉快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松懈下来，还是要记得修行的。就在这样的幸福的日子当中，还是要记得修行。怎么修呢？就是要记得，譬如说观修无常。什么叫观修无常？就是不要这种一股脑的陷入到沉溺在这种快乐的情绪和氛围当中，因为如果你陷入太深，那么哪一天快乐不见了，或者说突然情况改变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那么你会感觉像是天崩地裂一样，你会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手足无措一样。就像是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疫情哦，让很多这些先进的国家，像西方啊、欧美啊，很多这种先进的国家，因为那是一个生活很安逸的这些人，那这个新冠疫情对他们来讲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完全没有准备，所以是非常的痛苦。不说别的，光是要戴口罩这件事情，就是他们非常的痛苦和觉得不舒服、不适。这东方人来讲可能还好，但西方人这个实在是觉得很不舒服、很痛苦。所以我们之所以会这么没有准备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佛经当中所说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的这样的这种无常的道理放在心中。但是呢，这并不是说你们不要误会，这并不是说我们开心快乐是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快乐。本来修行就是为了要得到快乐嘛，不是为了得到痛苦嘛。但是当你在经验快乐的同时，记得呢，还是要带着觉知和正念的。为什么要有正念跟觉知呢？因为你要记得，这些你正在经验享受的快乐，它是会改变的，它不会永远不变。你现在就要记得，你的心中要记得，哪一天真的它没有失去的时候，你也不会太难过，你也不会太痛苦。如果现在没有准备好的话，哪一天突然失去了，你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兴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想。那么这是兴盛的时候该怎么想，那么在衰败的时候该怎么想，这我们应该明天我们再说。
那么就像课程开始前有讲到，就是我们这次课程应该会讲到21个颂文，所以还剩3个祭文要说。但是呢，除了这3个祭文，可能还会再讲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但是今天不会另外讲，可能后天跟再后天的课程会讲到是什么呢？就是这是米觉多节的时候，他最主要的一个弟子是谁呢？就是第5世夏玛巴，就是第5世夏玛巴昆丘延拉。在认证第5世夏玛巴的时候，也出了问题，出了纷争。是怎么样的纷争呢？就是第4世的转世出现了2个，就是第5世找到了2个，有2个。当时呢，噶木刚仓也分裂成2派，有2个，就像是我们现在一样，就像有点像。那么在第8世米觉多节那个时候认证这个夏玛巴的时候，也有2个。那这部分历史蛮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在想，这也是我想讲一下的。所以我想讲一下他是怎么样认证夏玛巴的，然后整个过程是蛮辛苦的，还有也是蛮复杂的，那个我想稍微讲一下。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几个跟米觉多节特别相关的部分。那么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好，谢谢。